新眾團體指出，新眾者看演出常常拄到這新眾座位無夠、無障礙設施無完善等等的問題，影響到因參加文化活動的權利。有民團拜四就開記者會，呼籲政府要來建立全國一致的新眾座位設置標準甲買票制度，改善這電影環境。用傳真的方式佇咧搶票安尼。但是安尼就足無方便，因為即馬應該足少人佇咧用傳真啊。買票看演出對一般人來講是真簡單的代誌，不過對新眾者來講，因為當時想要看演出，買票方式煞是百款，實在無方便，席處嘛真少，到現場無障礙設施嘛無夠完善，這個攏會影響到新眾者平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伊嘛會有政府要想辦法改善。文化的參與啊，其實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能因為制度的不同而剝奪了我們的權利。那我們期待政府能夠建立全國統一的一個制度跟一個完善合理的流程。民團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就要建立全國一致的新眾設置標準甲買票制度，改善無障礙的環境。為何報時回應講，會透過下部會的討論建立指引甲機制。大家來討論，那從買票開始應該要如何做？那大家遇到什麼問題，應該要如何把它解開？有沒有一些錯誤樣態，我們可以把它指出來，那讓大家以後就照着這一套的指引來做，盡我們所能去跟業者去做溝通，盡量去保障大家在購票的時候，能夠得到最好的服務。文化部表示會繼續甲業者溝通，保障新眾者買票權益。那數發部是表示會參考國際無障礙網站的標準，改善買票系統，維護新眾者平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記者郭金陽之講台北報道。